第二站来到鹿儿岛的日治市，这是一个农业的小镇，为着要营造地方的特色，当地农民在企业甲地方政府的协助下，去年前开始来种这个草橄榄树。即卖靠着草橄榄油甲相关的产品，带动小镇的经济，增加工作的机会，让少年人会当回到故乡来发展。上特别的是，日治市政府阁有一阵超级的公务员。为了推展观光，成立一团宣传骑兵，因甲在地古谣改编做摇滚乐，世界去演出，希望甲家乡甲杀入国际舞台，协力创新，翻转家乡。继续来看这个偏乡小镇的居民，安怎以为因的家乡来拼未来。日本战国时代行军时阵伫唱的苗湾时之歌，是日本卡古西马鹿儿岛日治市人拢会晓唱的古谣。2019年出现现代进化版。强烈的节奏、浑厚的歌声、金属摇滚乐的爆发力，改变古谣的风情，更加有冲击力。互人意外的是，这阵乐团的成员拢是在地公务人员。这首歌原来是那个岛津家族战斗时用的传统歌曲，然后因为是战斗时用的歌曲，他觉得可能再加重金属的话也会很合，他就想说能够让更多的人来日治市的话，就通过这个歌的形式传达给大家。この2人は観光の仕事をしてます。で続いてこちらの方は福祉の仕事をしてます。でこの4名については防災の仕事をしております。で私は定住の仕事をしています。人に住んでもらう、そういうふうな仕事をしています。そういうふうな、ラインナップでございます。以上です。为了打响日治市建国颠倒之乡的名号，2019年3月份，一阵日会公务人员组成日治市 PR 武将队，上少年的团员敢若25岁，因到各地去巡回演出，变成另外一种的观光代言人。他们去表演的时候，有人就是把它拍成那个 video， 把它放在那个 SNS 上，然后得到了很大的反响。不仅是县内县外，他们也是全国范围的有在行动，还得到了非常大的效果。高龄化人口凋零危机，同款影响日治市48000人的小都市。达到5岁以上的长者的比例有34.9%，部分地区甚至超过40%。在地乡镇公所变成关键的角色，公务员各出奇招，建立地方的公应感。年轻的这一辈，他们的那个想法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他们会有一些很新的想法，不仅是在工作上，也在这种就是在平常的这些地方振兴方面，以各种全新的方式，越奇葩越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关注日治市。沉醉伫做草花的气氛中，体验手工的趣味。日治市的米山是萨摩烧诞生之地，萨摩烧被当作是日本上代表性的花器之一。全盛时期，鹿儿岛原来拥有几千个萨摩烧油。今嘛产业落这米山依然是重要的工业聚落，当地有超过100间工作室、餐厅、咖啡厅等彼此串联，要提振萨摩烧故乡。依照都会馆大的宣传看板，阮来到这间有20多年历史、以萨摩烧为实器的咖啡店。这间质感的粗花啊，底鸡卵糕看起来加真有风味。
整个的就是氛围特别好。这边还提供就是完全的手做的蛋糕啊，然后盘子的话也是非常精美。他非常喜欢美善的陶器，因为它呢就是不仅漂亮，而且非常有一种气质，然后就觉得东西看配着盘子就很适合，很好吃。陶器店的话，它是不仅是把那个做的陶器拿出来卖，它还把周边的一些比如咖啡店、饮食店的那个看板拿出来宣传。饮食店的话，他们又用了那个陶器店所做的陶器来宣传他们的陶器，物流的好的循环，互相宣传的效果。叶仔真完的草柑仔树拿是最近几年来日治市的新产点，那培育出在地农家嘛变成观光亮点。日治市有这个橄榄油事业的话，是从新闻上知道的，然后他就觉得就是很有兴趣，就自己过来看了。41岁中岛忠兴，较早伫外地咧共摒扫，2年前才到故乡开始做农。2012年受到全球化的冲击，搬到铁工厂，踢出日治市几百人随失业，面临地方经济危机，当地银行企业甲日治市公所合作，结合财政加工观光农业，启动草柑仔第6级的产业地方进行计划，吸引少年人回来故乡。当地企业的话去做事前调查，他们就是省了很多劳力心力，直接会有那个种植橄榄方面的知识，就可以照那个流程就可以种植橄榄。然后第二个的话，就是当地的企业就会直接跟他们购入，所以他们就是得到了保证，就是种植东西一定会有人买，就很安心。生产出来的东西的话有好有坏，可能每年收入的话会有点波动，但是是一定保证你有收入，短期之内那个价格它就固定了。就是说，如果不是市场有很大型波动的话，它一般不会改这个价格，就跟农家的话就约定了，就是这个价格固定了。派银行员到国外学习草柑仔制成，再到日本辅导农家栽培，所来成立加工厂，结合在地事物，开发多元化的产品。银行企业主动担这个责任，照顾地方，和彼此永续共存。我们是一个地方银行，所以我们是跟地方的成长是不可分开的。所以讲这个地方创生的话，我们是必须参加的。企业比那个政府部门的话，跟民间的距离感是要近很多的。他们就可以把政府部门跟这些人联合在一起，然后呢，我们银行也会主动的去做一些地方创生的一些活动。9月、10月采收完之后，橄榄园就进入了收剪的时期，而其中剪下来的新苗有另外的作用，就是可以分送给其他的农家来继续栽种。农家先锋部队做出成绩，草柑仔风潮慢慢拓到日治市其他的区域。公部门发挥功能，负责整合土地、配发新栽等等工作。目前全市有6700丛草柑仔树，未来目标是要种2万丛。民间官方合作，要对抗偏乡人口的危机。橄榄油事业的话，在日治市的话是以前是完全没有这个种类的行业的，所以他觉得也是为地方创造了一个新的魅力点，所以他觉得市役所也要想要合作，会为当地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，提高农家的那个收入。大粒的彩椒色彩鲜艳，有清甜的香味，不过你敢看得出来？无因伫采收的人，不是农夫，是银行的行员。之前的话是专门负责那个住宅方面融资的，然后客人能够满意的话，他也觉得很开心。然后到这边来的话，农业方面的话，就是自己亲手栽种的农作物能够真的结成果实，然后还贩卖出去，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。由银行投资普通行员转战农夫组成的小农公司，2016年成立后，提倡无农害友善耕作。虽然无专业的背景，农作物难以丰收，因为这份为了提振地方种落去的栽，在当地慢慢的发展。他是作为一个小小的一员，为这个地方创生在做贡献。虽然现在没有看到巨大的成果，但是的话，比如说这本来旁边有几块空地都是被废墟的，他们就把全部除草啊，然后耕地啊，现在都变成农田，然后有种植这些蔬菜，然后是振兴当地的农业。
全くの素人。最开始的话，因为这个春一番的社员本来都是银行员，然后对农业一无所知，所以他们就跟周围居民协力。最开始的话，当地农民对春一番的反应是：哎，你们银行员怎么会想来干这个农业？你们能种出什么东西来？然后最开始是质疑的态度，然后最近现在已经3年过去了，然后收成也越来越好，当地农民就会想：哎，你们下一批想要种什么？对我们很感兴趣。出白烟的樱岛火山是日本九州鹿儿岛县重要的指标，更加是热门的观光景点。不过，伫繁华市区外有一个偏乡小镇，正在全力抵抗家乡消失的危机，包括在地企业的投入、热火公务人员采取行动。地方创新无人会使挂无事牌，希望讲伫各方的协力下，互家乡改变众生。日本的公务员为家乡拼宣传，展现拍未倒的武将的精神。在地居民更加是齐心协力，抢救样样要消失的家乡。后一段节目继续来探访鹿儿岛真有名的温泉乡知宿市，来看在地人安怎拼观光，安怎招募人才，为地方注入能量。